算有幾百萬身家，但係萬一陷入昏迷或者有失智嘅情況，屋企人作為照顧者都冇辦法動用一分一毫。你身邊有冇聽過呢種咁無助嘅個案呢？屋企人突然之間中風昏迷，或者遇上嚴重嘅腦退化，佢嘅生活成本唔會降低，仲要去交住院費啦，同埋請看護嘅費用。屋企人有儲蓄保單喺手啦，想去銀行同保險公司拎錢嘅時候都被拒絕。因為法律要保障個人財產，只有本人先至可以動用。但係當如果失去咗精神行為能力嘅時候，如果冇事先授權俾屋企人，就算係最親嘅另一半都冇權提取。所以我都成日提醒客人，可以喺清醒嘅時候去律師樓嗰度設立持久授權書，亦都係需要有2名嘅醫生去見證。你可以預先設定一個委託人去幫你處理你所有嘅資產。但其實作為照顧者，當屋企人身體發生狀況嘅時候，精神壓力已經會好大。如果想減輕經濟壓力，而同時又想免卻複雜嘅法律程序的話，可以善用保險公司嘅無行為能力選項，為你嘅指定保單預先設定授權人。當萬一失去行為能力嘅時候，屋企人可以省卻咗複雜嘅法律程序，迅速去代領理賠金或者提取保單價值。理財嘅真正意義唔係淨係幫你賺錢，而係喺你最無助、最冇辦法說話嘅時候，依然可以為你同埋你嘅家人保留最後嘅尊嚴。你手頭上嘅舊保單做咗呢個預先授權設定未呢？如果唔確定你而家嘅保單有冇呢一種彈性嘅安排嘅話，歡迎隨時揾我同你 review。